新地因为有科航园区的关系，若总发生火灾，就会造成真严重的损失。这火灾调查报告和判断就变加真重要啊！新竹市消防局火灾鉴定实验室最近就通过 TAF 认证，其中强化人员的专业能力、设备还有鉴定标准，是一摆通过认证上界主要的项目。厂房大火，消防局赶紧派人到现场拍火。火总算顺利拍花，所来的工课就是鉴定大火的原因。新竹因为科学园区是台湾的科技要地，上准这点，新竹市消防局扩建火灾鉴定实验室，也是大都以外头一个通过 TAF 认证的火灾鉴定实验室。不管是相关的科技厂房啊，还是我们高楼林立，可能现在目前碰到的一般居家用火的一个威胁，那其实这个火灾鉴定实验室的一个机制的完善跟我们的设备的一个提升，都可以为我们的市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增添一份保障。任何一个火灾，它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起火的原因是什么？一定要用科学证据找出真相。更重要的就是能找出真相之后，我们将来怎么样预防火灾。实验室也针对科学园区厂房定使用的废弃液体光线、电池、金属等等的材料，增加新的仪器甲装备，各全台湾头一个有安装拉曼光谱器材的实验室。鉴定分析出来比较有证明力。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鉴定结果能够提供作为法庭上一个厘清责任的一个参考。那电镜件是我们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显微镜下面我会看到一个热熔痕或者是电气痕的部分。这个是我们从火场采集回来的物证，可以从这边迹象去发现到底是短路造成的，还是过热烧起来的痕迹。透过科技机器结合专业人才，全面提升火灾调查鉴定的能力。新竹市政府表示，希望市府会当成做守护科技业公共安全上坚强的靠山。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